准备登城。大公公，明日父母双亡，只有一个年幼弟弟。九公公，稍待片刻，用小女子见上弟弟最后一面，以不枉公公他恩他德。公公，弟弟。去了，弟弟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弟弟要到长安宫中去了。哎呀，弟弟，我也要到长安宫中去。弟弟，你玩笑，你不能去啊！弟弟，你看，哎呀，你别。一般你投进林家母了，你要听林家母母的话。林家母，弟弟不要哭，弟弟没有哭，弟弟今天穿新衣裳，应该高兴。弟弟是高兴的，弟弟你看看，哎，真好看。洗洗头啊！我不洗，等弟弟从长安宫中回来再洗吧。回来，弟弟，你还记得头上的伤疤吗？伤疤，记得，是我不好。弟弟才上，我把当时让腿伤过，跌下来把头跌破了，害弟弟往哭了一场。弟弟辛苦，弟弟啊，弟弟，下次再不要去巴士了啊。塘水湖茶，离声泪呀，此生难醉心微，千遍万遍做不语。时辰已到，等车上路。时辰已到，等车上路。弟弟。
言言失踪，同胞三子之情，可谓深切。倘天下人都能是此去不好了。我那可怜的兄弟，草亡之意，也不知春事才往边去。天天就带头接呀，可是家里自己的
么私自罚款退往4天？好大的胆子，我还不放！你把对头的也当饭，你不要命了吗你？公公，高公公呀，也是奴婢当饭的，不怪这杨妹妹的事。又是你，姐姐你，公公也是奴婢当饭的，不怪这姐姐的事。是我当饭的，我当饭的。丁来王公我对付私自罚款退往4天，还当饭退后有我。你，兵天王也是奴婢当饭的，不怪这姐姐的事。是我当饭的，是我当饭的，是我当饭的。当饭要万事关对头的忘记，岂能是此处行？稍后当以精神为上，索取铜钱，休得担负。谢大王洪恩，谢大王洪恩。二姑，你为何退身这个瞒骗故我？奴婢不怪，奴婢自责。你看的是什么书啊？奴婢看的是《诗经》。你能看得明白？奴婢出自一二。那你看的是哪一篇？一篇。莫非你也有兄弟姐妹的哀伤？待我用兵慢慢讲来。身上瓦早茅山里，留下了落山故地愁凄凉。我的亲国从两离开，十里岂能不
你家中只有一个落三皮的是啊，那你怎么能离开他呢？离开我，生路多年，亡命来回，民生之苦，王家之财也。妍妍，这正是你精心完别赐予你吧？是你，奴婢。得了妍妍一事，就像见到你的天地了。谢拜王，得了妍妍一事，有何观看？拜我始终守信，兄妹之情，贵人必奉。堂上天下人都能如此，那就好了。今日来母亲命我先过人，这供他回家并非多人语，街头鼓身为并肩从生一笑其他有得意。此心原是古今水，为我今日岂不闻？平日相对少风雨，今日里一去山水，十之禀大王，太太有点样接好了。三我同志母为何呀？是。拜我，孤尊是个小子，本以为皇儿好贵贱无情，结太王小长为家生长人，为何故他问我生死落子来，不见这把丝巾，为何故啊？他曾因海冤，不与我意人人生穷情，我但是命相这逼问，也许他心底所想，这让月久。
神。你说什么？太皇上并非太后，太后有时封太师为王夫人。王夫人，郎官大人，小女高攀本君太岁之事，就拜托拜托。赵公不必客气，下过理当要劳我。对，曹公，方才上你召集女婿等家一层之事，就算上庭了。算数，大家都该为私臣立宪，杂夫们也就无话可说了。同罪共济，同进同退嘛！好一个同进同退！请。请曹公内部，恕不愿送。王家手里身王金，指望女儿结高亲。兴亡登基早失平，位子可给去世真。好人，老爷，你速去通知各地丈夫，将原来的三镇立宪统统改为私臣立宪。是原家在继承，不原家在分立，一律归还。小人马上就去。慢！方才得知长安境中有公差来到军镇，恐有什么同情，你先去退庭一访，是小人就去。国民白马，大爷子叫你听见没有？国家，你就当个狗吧！你想造反，等大爷正中回来，再和你算账。白马。
我与你同为王烈，更长生。
儿，你荒唐！你这贱奴，我要握着你的眼睛，滚下去！女儿，莫怪爹爹生气，见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男女有分，子母有凭。好了好了，不谈这些了。前些日子见你爹爹那门请示，哎呀，女婿年纪虽然大些，可他是本穷的父母官呐、不但女儿终身有靠，就连为父我。弟弟听将女儿送于金水做亲，女儿情愿去极尽自相，你陪我母亲。无理无理，都怪这个贱奴不好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小人有谣言相报。何事？早安公主托风声，派人兄弟到郡城。文书上面写明了，列举足迹与侧身，夫人为的非别人，谁为马家奴图光平？是他，是你查清楚了，查清楚了。果然是他！哎呀，老爷，千真万确。他昨夜登天称王亲，必将恩怨诉父身，报信公案地下去死恨。到家我不爱自让天荒尽，这便是何时好？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女儿嫁接他，让他们先成亲。这是名头夫人心里之事，这样一来，他是王亲，老父母就是国亲。对，有这座天塔靠山，提高杂屋里光水两者，谁也奈何我不得。老爷高见，老爷高见。有请小姐，是有请小姐。女儿，弟弟想过了，眼前只有你一个女儿，怎能委屈你？方才弟弟那门亲事，你既不愿也就怕了。为父另外替你挑选了一位，便是府中的推广平。推广平，女儿终身踏实，马虎不得，先郎君要以成品为上，不能只讲门里。女婿虽然言为家奴，这了为父女婿，还能委屈他吗？喏，为父给你准备了一份厚的家章。大字给写推广平，连本大理这千金，莫言老夫离你婆，全做家长送入城。女儿，今天便是王朝节日，好人快速去准备小姐与姑爷成亲。
彩妮妹妹何必如此？姐姐，我自尊宫娘娘是老太子为之意，我是上将军之妹娘。彩妮妹妹，太后万岁与穷人共议，心里的王恩必定是品德齐配，也若对方之贵人，我们不用当听，好好侍奉就是。吃到内宫朝拜来了，听夫人，本无朝臣都在宫门之内，快快先生要朝见王儿娘娘。哎呀，王儿在哪里？娘娘在哪里呀？王儿在此，娘娘在此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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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正卿即将来岁。同平生，自同啊！马娘起早，红黄色，叶子迎晨去呀。一阳宫中开皇儿，不若撇家人扫头呀。万岁，正卿实在不该蒙召，请万岁收回成命。这巧为何啊？万岁。君恩浩荡，永来往，真乃是妻子鸟枪比凤凰。无辜的无才何自珍，当日一梦就冲，你皇上不管天下，连累你万三连无光，连累你万岁连无光。爱卿也，正因你叫你切身光心胸，太明你自珍光。万岁呀！皇儿英雄为子用，离王太君同魂动，姐夫归上一起，杀人有情，同死中红。妾身永相交离。能出花城安民风，不曾为公理为地界，今朝永
穷得举后面，情不见大计后果，应要也把你乱走起风年，情不见吕后转卷风轻松，吕彩吕落曾举荐，情不见安情世俗一片片，当今缘有应见，几多少生灵堕胎弥天河，出自后宫郭小姐，几多少因无君王定天下，皆困断送在于他边。这王儿非是寡人在一天，家别思言情，各乱思良相，先天是为他换才计举无言，实在别无他人，那么暂且暂且卷当了吧。卷当也好，卷当也好啊。说臣妾有句话不知当讲。爱卿有话请讲。万岁！公我慈云哪一个无有心酸，无有悲，真人快把头宫女在天牢啊，真人快知情国仇永分开，臣妾自有操作怪，这喜欢是力气举在宫外，公子无话应人。
许中多。在西方城宫女去让他们为相团聚伴婚配，愿世人莫相弃，家庭无间一命，愿世人莫相弃，落在地里身抛开，愿世人莫相弃，积在皇宫的流浪，愿世人莫相弃，12年心底空存。爱情所向，怎而寡人自意哟？爱情，想寡人无功无德，登上这汉室天子之位，刺激了这唐王的李阳公，总觉得对不起祖先，对不起太明。今日爱情将一生共用，万万共，寡人一定携手发发，爱情。凤冠亚被忙报应之死去。家常的情分便可少交那些肤色了，我弟弟他一定会高兴的。是啊，万岁已经下诏，将天下典妇减免一半，听说以后还要进屋免去你。太好了，我们在宫中能做弟的要做，能生弟的要生，生也成骄傲也是好的啊。是啊，我回家之后一定高
是，帮我们为去世高兴的，这是南沙娘娘啊！你们歇歇去吧。娘娘，我要将宫中的三姑给叫我母亲上上。爱卿，外孙，爱卿，莫为财上公寓上阵啊！启禀万岁，宫外校尉送来一个青年男子，说是娘娘保的，请候推广评选。是。哎呀，苍天保佑，保佑来人，果真是我的弟弟，那就好了。小民对光兵，叩见万岁娘娘。一声别万岁。
邓光斌，你进宫申请可以标记自问，无有，可以中原查明之文书，小民无有，可以父老乡亲为你做证人，小民也无有。你既无证证，也无凭证，那你凭什么进宫申请啊？万岁，小民实在不知。爱卿不必难过，待寡人再仔细地问来。邓光斌，你家在哪里？慢慢讲来。万岁，家住在清河穷，关金园。今年几岁了？年方18，无所依。后日与你弟弟分开。弟弟他12年让公，从此平地通杀天。你可记得与你弟弟分开时的情景？记得，曾记得那个乡里关金银，弟弟带我亲弟弟是怎样分开的？我年幼比肩，举笔要跟弟弟到宫里。你弟弟当时是怎样吩咐你的？弟叫我从此要听阿婆话，莫要把日莫下心。我有你，弟弟他将当小烈来自比，讨来米饼充饥，阿婆端茶米汤水，灵应接我把头压西。邓光斌，你可有当为你这一辈子讨的事吗？有一场弟弟平中我在上，才弟弟既让我去才上，我头着上过的下子，跌破了脑花弟弟。下伤痕永难忘。弟弟，我是弟弟，是弟弟。弟弟呀，弟弟，上
起，我讨残岗双面，边叫了不魂皮，到来没讨家。一样为马做奴隶，腹中苦水难吐灵，脏脏净净在心里。我无所求，他一想念听
小人可确实不起呀。嗯，啊，你原是我操夫家奴，老爷我特地把你送进过去，为的什么？是。哎呀，老爷，倘若国舅出了事，老爷你也没有好处啊。倘若国舅不出事，老爷我平安无事；倘若国舅出了事嘛，老爷我一发不死。老爷，这是为何啊？臣贼，太王位是万岁宠幸之臣，与国舅青从四散，总让国舅把天插上一个洞，也不为治谁的。到时候他不治国舅的财，难道还能治老爷我的财吗？老爷告，老爷告！老爷，小到门口断门动静，以为国舅慢啊，拿去。哦，多谢老爷。兴王果然厉害，到此张贴从容一上，眼睛高丽勃勃。事情贾大夫又率领御林军守部不发上谷。哼，太光明他当国舅，我是王亲，我是长子，他有灾权。嘿嘿，让那些御林军来守部吧。哦，女儿哪里？女儿哪里？哦，女儿，弟弟来了，快请坐。弟弟，何事相传？女儿，你让那些刁民诈武的事情发出了，今朝已派人要来捕我。女儿，快去国舅相救为伍。弟弟，你在你养做的事也看。哎呀，女儿，事情说这些话有何用？弟弟出事，你这个国舅夫人有何颜面？就连国舅也难免牵连。什么？连国舅也要牵连？妻子连累国舅，就是太娘娘她。我要连累娘娘。哎呀，女儿，你想想，国舅是我的女婿，娘娘是国舅的姐姐，我们是一串链子上的贞子啊！弟弟，这怎么办呢？哦，女儿，世界中心情爱情，人对风尘爱是情。傻女你乃应该结，我就老爷救夫臣。你到国舅他就得王儿家貌草生根，杀死一刀传下来。弟弟我一再心忘情。女儿，弟弟，这是何嘛？这有什么使不得的？这女儿，你总算不念18年为父养育之恩，也要替国舅着想啊！女儿，弟姐你亏下了。国舅为父。弟弟，可
弟弟俩温柔相对笑遗忘，好姐姐问出心肝清光明，只为我尽心爱吧不惧苦，只为我亲自领路与头娘亲，从今儿到无有碰碰自意，夫君恨无用，巧为我面大为夫君是子好命苦，这却为何？夫君，妾身好不容易盼到有今天的日子，谁知弟弟他退下。又出了什么事？夫君，你样是否今早已派人传弟弟到哦？夫君，你总要看在夫妻份上救我弟弟才是啊！这是他是做是受，怎么，你不肯管？光凭怎能管得？你一定不管？我不能管。光凭夫君，不管你去远生西不分，不给忙去尽从夫妻同心，苦命之身不尽忘，谈去相思断命，倘若是今朝有种求弟弟，你我眼睛公门，莫杀死看似应付中长期，家村万样要讨女人。夫君，国舅爷，可怜的女儿，可怜的姑爷哦！姑爷不必为难，老夫已决心自首去了。弟弟，老夫一时本不作谢，这是对不起女儿，对不起姑爷，更对不起头娘娘哦。此话从何说起？实话对你说了吧，今朝伊要来捕我，并非是为难老夫一人，我为哪个？正宫皇后头娘娘。弟弟，姑爷，你好糊涂呐！头娘娘才为皇后终身计，老太尉安慰教女翘太极。我弟弟怎么没有底气？他们稳住娘娘，欧正后宫。姑爷，女儿别做春梦。他们果真要爱我弟弟吗？他们扎着痛，为爸爸病谁娘娘，为不管走奔要把皇后妃。夫君，你快要拿个主意才是啊！夫人放心，他们不管。哎呀，姑爷，你18年吃尽了人间苦辛，好容易盼得国舅的审问，转眼间将要化成水滴月影，你还蒙在鼓里不清醒。我那可怜的头娘娘哦，你也曾经历了人间凄凉，好容易熬到珍居绵阳，转眼间盼得妃儿早死一场，
爷，你想想，倘若不为头娘娘，咋得如此兴师动众，踏通滚国吗？我到后宫找姐姐去。姑爷，此刻万万去不得。这是为何？姑爷，请看，这是高丽颁布的财政杂权，上面写着杂志推广品。倘若此刻前去寻找娘娘，此事如何稀释得清？倘若杂权被他们收去，岂不要成为加害娘娘的一个把柄？老爷，禀报国舅老爷，府门外来了一队御林军，守在门外，不许人进出，口口声声要说服扎人了。姑爷，你想想，御林军本是老太尉统摄的，当时单位朝统一人，何用御林军？为何随查国舅府？为何不许臣进城？回想历朝以来，皇亲国戚都是身居高位，满朝文武不管怎样看上一看，如今老太尉一伙正想妃子娘娘，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阻止哦！谁说无责？不要忘了，我与我堂堂国舅爷台。只怕他们不把你这个国舅爷放在眼里哟！这倒是虽不若不因名门，有才子后宫争会有殷勤。推广兵能人委屈就是句，为我姐姐我难答应。姑爷息怒。姑爷，今天怎不让老太尉一伙砸到我，无有把柄，也动不了头娘娘一根毫毛。只要娘娘无恙，天的地线郁郁何妨？姑爷，举不过过量，他多了要出事的。姑爷当心，谨慎公理，当心上身呐！禀报国舅老爷，御林军都尉已经走马。你要管什么？小人不管讲，讲好。他是你要谁是小人是，这是国舅府谁不得的。有事。对光明做不了提醒国舅了，还是为马去吧。参见国舅爷，你是何人？在下御林军都尉。来，此作证，做哪审犯？审犯之罪，要犯曹通。做哪曹通？怎么做到我带头上来了？据报曹通偏在府上，曹通终算在府，天大官司与我国舅爷处置，你们管他不得。国舅爷，莫非有误藏之意？便是误藏，那我怎样？误藏要犯有周前之罪呀！便是包庇，那我怎么样？此话当真？18年生娃无生故，今天生娃要算数。我们有辜负财神，那就由不得你定要随查随管。李公子，这是什么素材？
国舅父。好啊，你尽管藐视我当国舅父，万这是国舅父，就是那皇甫后宫也要随他，就是不能随，非谁不可。来呀，随。是否为之者，斩！阻碍操控一出事情，我就年轻这片立给杀灭。众位爱卿之意呢？杀得哦，杀得。王法殉情，平生恨国君以爱来方寸，他虽作情中曾归期，这怕是杀敌难报。头生别断千军为长壮。我听得王儿就万岁上面推过去自成，与万岁上面推过去自成，请万岁开恩。本无曾同生去还，总共我爱去。且那心肠经不起，经不起头情。万岁，来也相逢。
文教师多是不高穷远，去教训这法义。典当之上，后人发晓。启禀万岁，贾大夫发晓。臣今将万岁帝升，先生后故发晓。臣借万岁英明，因而朝臣混乎，汉舍真心于邦，为人岂能不晓？先生，对国君可非杀得？杀得？自然杀得。哦，杀得？他是王卿，怎能不杀？曾为天下王亲国戚，官子官身，谢万岁王恩。万岁，暂且未必。娘娘报错。先生请讲。万岁。天子重听杀公捐，圣旨美名是黑船，官子官身他欢喜，王亲国戚保平安，全归皇帝不忌惮，言故人尊重他先生，对过去有万岁啊！讨尽三宝有一立志和平有余灾，请将他人与王朝真心欢生开日台，是今日新政纲领中莫愧，岂能寻秦王法规？那道从挑水机一次私营，对不觉他年轻人偏给上你，真乃是为之了战早速退，而今日抗之不战，真交代。这诏书文道文武皆耳闻，杀都为长安百姓一传开。万岁呀！失信于民，丢根本，此案切莫轻待。这个万岁呀！君得乡亲把关，四书条条有记载，盘根错节乱恭维，但求得母朝赐封，切莫开。此官才尽心于在，有年
等候许日子，快快复官吧！万岁，不争不决，臣须为皇家大夫，我便会死在天朝。先生，寡人并非愚顽，用寡人杀。启禀万岁，今朝迎天王后子，请万岁速速判定头国就有案。启奏万岁，长安市民期间平押公案，快快审审举万岁正拜康凤之王，请。举万岁正拜康氏之王，请。举万岁正拜康氏之王，请。明星自此梦万岁，先生此言曾理，有闻得未央公案，其经来，明星出京不会，所美所想应心存，豪情于当也云过，则应万民生冤恨。将寡人孤身为敌，扫君威，朝堂中公正所讲，路无交规。今日里不争糟糕，在过去到他日，纵情不法真听才。临策不应发归落，全归王爷明早黑，苍生侧望烟尘怒，风雨飘摇往回。赵王的长夜必容易，多少一冤几人陪。唐家是江山从此人归后也皆大王的开国先辈。王儿啊，彼是寡人母亲意，真乃是杀也为便宜，千把回，一有能死堂的父，回家万难散，过去万岁，祖父女子快快下诏吧。先生，匹夫正当即行断，寡人自从当理万岁，民众神通暂不去，珍惜皇室才此去，众臣同心，平同而
用我言语为王后。我三分痛悔，七分悔。的办法是几手啊？我不该这度情爱少怪说，为人叫他十八归。我不该这年纪的行动，命啊不年，害女有年为，我千不该，万不该，我不该张皇后是君爱，为求事情等点。万岁啊，民女终究凶万千，无奈为天下妇女亏。求万岁杨宗顾及穷人良人妻，得把这几生财。铭记自己，奉记前世。街头国酒吊销，
接头各就了笑。进祭文，李大海君王第2年4月丙辰，年末之交，海丞相臧奉之率文武百官，进献花素酒，祭奠各具头光明灵前，背负头功壮庭，庆贺关景，年少要报同在英魂，百官祭奠朝野失身，累酒夜杀相互称朝，无负哀哉，不必上下。不负头过去，哀哉头过去。进万国，他立在家里，提起问他无言语，回来以后下菜头，生命。不能死，我要等姐姐来救我。太光兵万不肯自尽，待我再改计一番。我父退过去，哀哉退过去。今日里满朝哭丧过人节，众人是犯罪杀死难更轻。王回堂以私情断，此文所取休之也，劝你莫把王回等。不，我定要见过姐姐面。王回决难此地来，我不信姐姐不把天地见。王儿驾到，姐姐救我来了，来，他去领导回到官名。来，假身不当着王儿之面，再摆起一番。哼！
乃把事情留啊！你好，可恨头上看凄凉，为报姐姐才遭殃，苍天不公有苦事，难使你再
弟弟母亲。愿真为芝麻香做鸡做文今日请为你的理想的你在几环中归去
亲。